大家好，最近睇到一啲關於一個叫做生態麵包嘅賬號嘅信息，主要咧就因為有啲大 V 喺度抨擊呢個賬號，有啲咧就話佢做麵包嘅過程非常之唔專業，包括佢用嘅材料、程序、設備呢啲都係唔專業嘅。另一個咧就係有啲大 V 就話佢拉踩其他同行，或者係故意貶損啲食品添加劑，誤導咗消費者。但係我經過我自己嘅分析，我睇過佢拍嘅好多嘅視頻，亦都揾到佢唔同嘅幾個賬號，會發現佢呢個賬號其實唔係話一個正正經經整麵包去賣嘅一個賬號嚟嘅，純粹就係一個拍段子嘅啫。我搜生態麵包一共搜咗3個賬號，一個咧就叫做麵包師傅做嘅，另一個咧就係佢個老闆做嘅，叫做生態翠洲呢個賬號，呢個賬號嘅時間係最長嘅。最後一個咧就係最為人知嘅嗰個叫做翠洲生態麵包。首先我哋睇睇佢老闆做嘅賬號，其實早期佢同埋其他嘅合作伙伴，佢哋拍嘅主要就係一啲生態菜園啊，或者係生態食品嗰啲視頻。但係佢拍嘅啲生態菜園、生態食品嘅視頻咧，我感覺上係冇頭冇尾嘅。譬如我咪話將成個種植或者係食品生產嘅過程影出嚟，而係行到某個農業大棚裏邊，影住呢度嘅菜，影住呢度嘅產品，而且佢嘅語氣裏邊我都帶住一啲唔係好嚴肅嘅態度，感覺上佢哋好似喺度玩嗰種。另一方面咧，佢哋有時人都會組織一啲活動，就帶一啲家長、小朋友去做一啲採摘或者係野餐嘅活動。睇呢個賬號嘅視頻，我個人嘅感覺就係佢哋呢幾個人，佢係想通過呢個生態嘅概念嚟到做出一啲嘢，但係具體做乜嘢又唔知。直到佢哋做咗呢個生態麵包，結果就莫名其妙咁火起身啦。佢哋之所以火嘅原因，其實好大程度就係因為佢拉踩其他同行，黑化食品添加劑。有咗呢個視頻，佢攞住人哋嘅麵包，話裏邊添加咗好多添加劑，甚至話食咗呢啲麵包之後個口會感覺到好乾，呢個肯定係吹水嘅啦。你食麵包唔飲水，口有啲乾係正常嘅，但係你話乾到好緊要咧，咁咪有啲誇張失實啦。佢另一個吸引流量嘅方法咧，我覺得就係裝瘋賣傻。佢喺佢自己視頻嘅留言回覆裏邊，扮到好似 H2O、NaCl 都唔識，我就唔信作為一個受過9年義務教育嘅中國人，連水同埋氯化鈉嘅分子式都唔識，所以我覺得佢有可能就係扮唔識嘅。甚至我認為有一啲喺留言裏面懟嗰啲賬號，都係佢自己嘅分身嚟嘅。綜上所述，對佢嘅某一啲同行或者某啲食品科普嘅大 V，對佢發視頻喺度進行批評教育，我覺得呢個就正中咗佢嘅圈套啦。咁樣咧，佢就可以達到自己嘅目的啦。佢可以通過咁樣嚟擴大自己嘅知名度。其實講到底，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拍段子嘅營銷號。佢吸引流量嘅呢啲手法咧，我感覺上係可以睇到一啲 NCM 操作嘅痕跡嘅。我覺得呢啲其實都無可厚非，但係冇講但係啦，佢拉踩同行或者係黑化食品添加劑就好有問題。拉踩同行攞住人哋嘅麵包嚟到進行對比，佢嘅視頻好有可能就因為咁樣而變成咗一個對比性嘅廣告，係違法嘅。而佢喺介紹其他麵包嘅時候，佢將好多添加劑都講成係配料，甚至係助劑。咁呢個又暴露出佢對食品配料、食品添加劑呢方面嘅知識係極差嘅。另一個佢喺度黑化食品添加劑，其實就係想製造焦慮。本身食品添加劑呢樣嘢就已經俾人誤解得非常之嚴重嘅。雖然食品添加劑對身體未一定話有益，但係呢佢都係屬於食品行業發展嘅先進產物，佢嘅出現同埋使用絕對係利大於弊嘅。我舉個例子，有好多人都話我哋老祖宗幾千年嚟都冇防腐劑呢樣嘢嘅，但係佢哋一樣咁樣走過嚟，而且人口越嚟越多。但係佢哋可能冇搞清楚一樣嘢，因為食物嘅變質幾千年嚟對我哋健康造成嘅傷害係非常之巨大嘅。我哋古時候嘅人嘅平均壽命只得30-40歲，食變質食物亦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所以我覺得生態麵包佢哋幾個人都係做翻佢哋嘅老本行。拍翻啲段子俾我哋睇睇，可能仲好啲，冇謂搞到自己好似跳梁小丑咁。多謝。